呢一集會講解2019年 DSE Geography MC 第18題，題目關鍵字 Impact Large-scale deforestation， 重點 Microclimate 微氣候。選項一 The new range of temperature， 日溫差梗係增加啦。喺朝頭早，太陽就曬啲陽光過嚟，啲樹就遮住啲陽光，啲陽光唔會直接射落個地面，令到個地面直接熱起。而喺夜晚黑呢，啲地散發出嚟嘅熱唔會直接飛上去個天度，因為俾啲樹阻住咗。咁而家啲樹斬鬼晒喎，咁朝頭早陽光可以直接曬落個地下，個地下可以好快熱起。而喺夜晚黑，啲熱力就散翻出嚟。Large-scale deforestation， 大規模嘅伐林就會搞到佢吸熱快，散熱都快，即係會令到日溫差大。選項一係錯嘅。選項二就講 relative humidity， 相對濕度。喺未斬樹之前，啲樹會經過 transpiration 蒸騰作用嚟散發啲水蒸氣出嚟，令到個 relative humidity 上升。但係 large-scale deforestation， 大規模伐木就會冇樹喺度俾水蒸氣出嚟，個 relative humidity 相對濕度就自然下降。選項二係啱嘅。選項三就講個風速 wind speed。未斬樹之前，啲樹葉就變成 wind 嘅 friction， 佢就會吹得慢啲。但斬晒啲樹之後，冇樹葉嘅 friction， 啲風就呼好快啦。所以選項三風速增加 and increase in wind speed 係啱嘅。選項二同三啱，答案係 C。